Hello，大家好啊！歡迎大家收睇翻國內手機代購。以下介紹翻呢部手機啦，就係嚟自小米嘅紅米手機2嘅。咁其實紅米呢個系列啦，咁其實一直都非常之受客戶歡迎㗎啦。咁最主要就係啦，佢哋個性價比非常之高嘅，咁而且手機嘅價位咧都非常之抵玩嘅。咁其實今次呢部紅米手機2啦，亦都唔係例外嘅。咁當然啦，咁講翻呢部紅米手機，其實同翻上一代比嘅話啦，咁其實規格上就少少變化啦。咁但係就價錢方面咧，其實就依舊抵玩嘅。咁而且最重要就係啦，佢呢部機支援翻即係 4G 嘅功能嘅話，其實都吸引唔少客戶嘅。咁循例講翻呢部手機個 spec 先啦。咁其實就屏幕方面啦，就用上一個4.7吋嘅 720P 高清屏幕嘅。咁而家進度方面啦，會有翻1280×720嘅。咁 PPI 係有翻312嘅。咁同翻上一代一樣啦。咁至於 RAM 方面啦，咁依舊啦都係用翻1GB RAM 嘅啫。咁就另外就有8GB ROM 嘅。咁最高會支援翻外置嘅32GB 記憶卡。咁 CPU 方面咧就有少少提升嘅，就用上一個高通嘅 S410 CPU 嘅，咁而係一個64位嘅 CPU 嚟嘅。咁另外就速度方面啦，會有翻40芯嘅 1.2 GHz。咁另外就呢部機最大嘅賣點就係啦，佢會支援翻雙卡雙待嘅，咁而且兩個卡槽嘅話啦都支援到 4G 功能嘅。咁變相嚟講啦，大家就唔需要再分 SIM1 定 SIM2 用 4G 啦。咁其實兩個卡槽都支援到嘅，咁隨時可以切換嘅。咁電池容量方面啦，會有翻2200嘅電池容量嘅。咁至於前置像素方面啦，就會有翻200萬像素鏡頭啦。咁後置亦都有翻800萬像素鏡頭嘅。咁其實就呢部機有幾個版本啦，分別為移動版、聯通版同埋就電信版嘅。咁如果大家平時喺香港用嘅話啦，咁其實就聯通版啊、移動版啊，甚至乎電信版嘅話啦，都適合喺香港使用嘅。咁最主要就係睇翻大陸嘅話啦，會用翻咩台嘅啫。咁就至於 Android 方面咧，就用翻 Android 嘅4.4啦，咁配合翻佢哋自己 MIUI 嘅話就錄嘅。咁其實就喺個界面上都有少少唔同嘅變化㗎啦，咁而且就相對上個流暢度會更加高嘅。咁講翻呢部紅米手機2先啦，咁其實大家可以見到啦，咁其實就4.7吋嘅屏幕啦，咁就雖然個解像度就唔算太高，有720嘅，咁由於個屏幕方面啦都唔算太大嘅話啦，咁其實就個高清度嘅話都比較高嘅，同翻平時普遍嘅即係可能大家用上5點幾吋嘅 Full HD 屏幕差唔多嘅啫。咁至於外觀上嘅話啦，咁其實大家可以望到啦，咁其實就同翻上一代其實就變化就唔算太多嘅啫。咁頂部嘅話有翻個耳機頭啦，右邊嘅會有翻個 Power 鍵啦，音量加減啦。咁後置亦都有翻個800萬像素鏡頭同埋閃光燈嘅。咁就至於呢部機當然啦，咁其實就都可以換電嘅。咁就留意翻啦。咁今次比較特別啲嘅就係啦，佢兩個卡槽嘅話都支援到 4G 嘅。咁但係留意翻就係唔係用同平時用開小米嘅係嘅大 SIM 嚟嘅。咁今次用上 Micro SIM 嚟㗎啦。咁所以大家後會留意翻呢樣嘢啦。咁左邊就 Micro SD 卡啦。咁另外有翻2200嘅電池容量嘅。咁至於跟機配件方面嘅話啦，咁其實就買慣小米嘅系列，相信就唔會陌生㗎啦。咁其實就都係跟翻最基本嘅配件啦。咁就說明書啊、火牛啊、數據線嘅啫。咁就另外講翻呢部機先啦。咁其實就今次呢部紅米手機2嘅話啦，咁其實就同翻上一代雖然變化就唔算太多啦，咁但係就價錢方面咧依舊係抵玩嘅，1000零蚊左右嘅啫。咁但係佢會支援翻 4G 嘅功能啦。咁而且就佢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啦，佢唔再分 SIM1 定 SIM2 用到 4G 㗎啦。咁其實兩個卡槽都支援到 4G 嘅。咁對於一啲即係唔中意換卡嘅客戶嚟講啦，就非常之方便嘅。咁其實就至於界面上嘅話啦，咁其實就當然啦，大家都知道其實每部即係小米手機系列都差唔多嘅啫。咁但係今次佢哋就用上佢哋自己最新嘅 MIUI 6嘅話啦，咁其實就變化比較多嘅。咁但係就個 UI 上我哋就唔同大家多介紹啦，因為基本上佢哋每部小米手機都係可以咁用翻嘅啫。咁另外就講翻呢部小米手機先啦。咁其實就你話價錢上嘅話，其實就抵玩嘅，因為就都係配合翻佢哋上一代嘅系列嘅啫。咁當然啦，最重要睇翻大家需唔需要 4G 功能嘅話啦。咁如果你話需要 4G 嘅，咁其實呢部機就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。咁而且就少數嘅價位就相對上而家啲機通常都用上大嘅屏幕，咁佢呢部只用上4.7吋嘅啫。咁對於一啲中意細芒嘅客戶嚟講就非常之好㗎啦。咁至於呢部機嘅話啦，咁其實就跟機都係啦，本身繁簡英文界面都有嘅。咁至於 Play Store 嘅話啦，大家都知道國內版就唔會有㗎啦。咁但係經我哋呢邊國內手機代購購買嘅客戶啦，都會幫大家安裝翻嘅。咁至於其餘特別嘅話啦，咁其實就呢部紅米手機咁，其實主要都係個性能上有少少提升啦，同埋就用上即係64位嘅 CPU 啦。咁現時呢部國內手機即係呢部手機嘅話啦，喺我哋呢邊國內手機代購已經有售翻㗎啦。有興趣嘅客戶啦，都歡迎聯絡翻我哋呢邊國內手機代購查詢翻啦，多謝翻大家支持嘅。